平時無論你去到任何香港或者內地嘅歷史景點，係咪只係識得影相、打卡、周圍走？不如試下用新角度探索呢。今次推介呢本《桃色香港中式建築》，由著名歷史掌故專家蘇萬興蘇老師編著。蘇老師退休之後依然退而不休，帶領大家實地考察，用生命去導賞被遺忘嘅香港故事。呢本書第一版出版嘅時候，獲得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，收錄咗近600幅本港古建築嘅精美細部相片，等你可以喺日常生活中上一堂最生動、最貼地嘅中國文化考察課。書入面介紹咗好多有趣嘅建築細節，例如屋脊上好似鯉魚又好似龍嘅鰲魚雕刻。佢除咗可以防止瓦片滑落，仲代表住避火消災，同埋祝福學生獨佔鰲頭，考到好成績。仲有祠堂入面嘅黨中木屏風，平時關閉嚟防風水煞氣，亦俾訪客整理衣冠。但當有貴賓或者喜慶節日，就會大開中門。呢個就係登堂入室嘅由來啦。點解有啲歷史建築正門外會有一幅單獨嘅牆壁？原來係用嚟遮擋西方煞氣嘅影壁。呢啲有趣嘅歷史同文化智慧，全部都藏喺我哋身邊嘅青磚、一瓦、一梁、一柱入面。想唔做盲目打卡嘅遊客，快啲去圖書館借閱呢本書，一齊深度遊香港啦！